真平安的风台天。虽然伫进前对为顶礼拜开始就一直咧讲到即个风台偌大啦但是呢，咱感谢主，就是上帝将风台无直接入来，风台对边仔扫过但是呢，感谢上帝保守，互咱台南一切尽拢平安。虽然伫北部嘛是有一寡风雨，但是感谢主，上帝看顾，互咱拢伫当中经历上帝的保守。咱特别要为着过去一礼拜，咱来到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上帝疼痛，因为上帝引带，互咱伫真侪无确定的代志当中，咱交托伫上帝手中，上帝就看顾咱，上帝就引带咱，上帝就伫咱活命当中保守，互咱一切尽拢平安。咱特别伫主的面前，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开声来祈祷，为着过去的一礼拜，咱伫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祈祷，请。主，阮感谢你，你，主，阮上帝你的疼痛，阮上帝你的旨意，主啊，每一天祝福伫阮活命当中，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因为阮知影，你真正是看顾人的上帝，你知阮心内的软弱。你听到阮心内对你的呼声，主，你听到，你着看顾，你着引带，你着保护。主，互阮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阮真正知影，主，这一切拢是对你所来的，这一切拢毋是靠着阮家己，阮会当为阮家己打算啥物，阮会当为阮家己会当来有备啥物，主啊，拢是上帝你伫阮当中奇妙引带甲疼痛。主特别，阮来到你面前，阮要你来祈祷，你来献上感恩。伫昨昏，主啊，虽然伫风台天，过去2天当中，可能伫台湾有真侪伫当中的百姓心内有一寡的不安，有一寡忧虑，有一寡担心，毋知影讲到底即个风台会为对即个台湾会造成啥物款的伤害。但是感谢主，你保守，互阮伫当中，拢无有拄着啥物款济的灾情，无有拄着啥物款遮的负担，全咧一切拢是对你所来。所以，阮特别特来到你面前讲，上帝，愿你的名声，上帝，愿你亲自伫这世代当中，主啊，你要真做，愿拍开阮心内的门，拍开阮心内的门户，主啊，互阮伫当中，毋知拄着啥物款代志，但是阮着敢若仰望你，仰望你伫阮当中来引带，来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感谢你，你，感谢你。只是咱嘛特别为着要来即个礼拜，对拜3到拜5，就是咱南部教区伫当中要来举办即个夏令营，咱教会的同工伫当中要来负责来即个营会。咱求主亲自来带领，互即个年度的夏令营伫当中，拢总有70几位的学生伫当中参与。咱望上帝继续引带带领咱，特别互下一代遮的少年的遮的基督徒，当因对年轻的时阵开始，就有机会咱入捌主。咱望上帝伊的真理，就借着营会，要伫每一个即个少年的活命当中来显明出来，互上帝伫当中搁较济，借着每一个同工的服侍，特别求主来看顾，互一切营会当中遮的拿来教会遮所有的设备，为着所有营会天气来祈祷。咱旧年就是因为嘛是去到伫拿来教会。但是呢，因为伫进前一礼拜，就是旧年的营会进前一礼拜，就拄着风台，所以呢，就是营会当中，到咱要去营会进前，搁咧停电。但是咱感谢主，因为咱一直不断咧祈祷，上帝互咱旧年的营会伫当中会当顺利来举办，所以咱求主来看顾，来引带，互今年的营会嘛有主的手。伫当中来引带咱，来带领咱。咱特别为着要来即个礼拜拜3到拜5，即个年度的营会，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同齐开喙来祈祷，请。
主啊，来到伫你面前讲，上帝啊，只有上帝你的疼痛，只有上帝你的恩宠。主啊，你赐福伫阮活命当中，赐福保守，互阮心内面一切尽拢平安，保守，互阮伫当中经历真济。主啊，阮所无确定的代志，但是阮犹原会当伫上帝你面前讲，上帝啊，阮仰望你，上帝，阮求你亲自来引带，阮求你亲自伫当中来护卫，来伫当中来扶持，互每一位同工，每一个伫当中参与的囡仔，拢伫当中感受到上帝啊，你的疼痛真正是大，上帝啊，你的恩典真正是大。主啊，阮来到伫你面前讲，主，愿你亲自成就一切。主，愿你亲自照着你的心意，伫阮活命当中来见证一切荣耀的性命。感谢你，愿上帝你借着你的信息、你的疼痛、你的扶持、你的看顾，主啊，显明伫阮当中，互阮每一天靠着你来得胜，互阮每一天回应上帝你的心意，回应上帝你奇妙的恩宠。感谢你，愿一切荣光，愿一切颂赞拢归伫你。感谢你，哈利路亚。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伫阮活命当中，虽然伫阮一切的周边当中，阮一直拢计划真济代志，但是阮犹原将一切拢仰望伫上帝你的手，因为阮相信你伫所有的代志顶面，你拢看顾，你拢引带。虽然伫阮当中，阮会有备真济，阮会丢算真济，但是阮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你来掌管。主啊，求你，你着亲自伫阮当中显明你的疼痛，显明你的旨意，显明你的恩典，互阮每一天行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特别为着年童的宴会来祈祷，求上帝你将你济济疼痛，你的恩典充满伫这个宴会，互这个宴会充满上帝你的光，互这个宴会有上帝你的真理伫当中来运行，互这个宴会所有参与的老师，所有参与的遮的囡仔，拢伫当中来看到、来经历到上帝你美好的疼痛。落去经历上帝你的真理，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主，阮要对你来行，求你引带，求你看顾，求你伫阮活命当中扶持、疼痛，继续充满伫阮的内面。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只是咱着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开始咱今仔日主日崇拜。咱请江辉兄来报告。这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日咱三个主集，咱有时讲风安对来，咱唔知影；雨当时要落，咱嘛唔知。但是咱总是知影，上帝听，永远甲咱同在。感谢主，消息报告，近来陈金娥姊妹伫7月7日归回天家。定伫7月18拜六上午8点半伫殡仪馆举行日眠礼拜，当日下午2点伫本会举行个别礼拜，敬邀兄姐同来对诗安慰遗族。第二，今仔日廖牧师前往屏东信教会正道，请兄姐为牧者的侍奉代祷。第三，7月15到7月17拜3到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伫哪来教会灵修园举行，请兄姐一同为儿童时间守望代祷。有报名参加营会的小朋友，请伫7月15上午8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四，全国祈祷网络人物以色列系列，定伫7月26下午点半伫安乐信教会观看导览将军的回忆录，敬邀兄姐一同来参加，可以当讲经体听以色列为以色列来祈祷。5，本会甲东门信教会将伫
10月18礼拜日一同举办创意大热眠联合运动会。当日2间的教会也要一同来联合组织崇拜，请兄弟有留时间，详细内容请一个报名的日期，日后会报告。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谢谢。兄弟平安。第一项就是讲，咱廖牧师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屏东圣教会都需要讲台的资源，因为目前因牧者是休困的当中，所以这个代志，就阮牧师常常出外，好，大家了解爱为记得。过来就是讲咱18号拜六这个代志，迄个日牧式，我唔知影第几个入殓式，若有要去的，到时阵咱会有一礼拜的时间，咱再来公布伫咱的团里面再来公布。然后呢，你若无想要用来报名，听到咱的招待桌登记，讲你会当迄天会当参加，甲写落去，安尼。我会做统计啦，有人报伫遐，有人报伫遮，迄不要紧。若要来练迄个为歌的人。咱是2点开始，请你1点10分伫遮听候，因为咱还有一个主日学的时班是1点，伊迄歌练了真短啊尔，真古主的主日学的歌，了后咱再来练咱的1点10分要练咱的为歌，安尼好无？大家会当斟酌这个代志，谢谢大家。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昨天放台风假，大家真正欢喜因为上帝祝福满满，互咱台南这个所在无有真大的风雨。毋过上帝伊是做日头，伊也赏赐丰富互咱的上帝所以咱爱来感谢伊，爱来学乐伊，互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用欢喜跳跳的心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好早我起来要学乐主，好早我起来要感谢主，我的话不能感谢我，我的脸不能充满我。上帝讲，咱早起时爱来读伊的话语，咱爱来祈祷，
互上帝灵来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有快乐。一天的开始，互咱用上帝话语不断来光照咱。上帝话语大有能力，上帝话语会当互咱会当为死个活。上帝话语会当互咱伫艰苦中得到讨白，得到医治。所以咱这时咱要来感谢，要来学了咱的上帝，伊对咱的疼痛是何等的大，伊配着咱一生来学了来敬拜伊。咱开咱的声来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了你，每一天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的心。主，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互阮伫软弱的时，你的话语互阮来坚强。主啊，你的话语，互阮每一天拢有快乐。主，我们感谢你，毋是倚靠阮家己。主啊，阮就是倚靠上帝你的圣灵，大大来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靠主刚强，互阮靠主快乐。主，我们感谢，我们学了你，我们将你的名高举。上帝，你配得阮一生来学了来感谢你。主，我们将哈利路亚，我们上唱哈利路亚，我的上帝，你配得所有一切荣耀、学了、权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走，我起来要学了主。走，我起来要感谢主。我的话不能感谢我，我的灵不能充满我，我的名里的情最多。你的名离你称最大，主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阮就是来学了你，来敬拜你，互你伫阮的当中得到荣耀，伫教会内面得到荣耀，伫全地得到荣耀。阿门。阿门。请坐。主感谢你，你是阮上大的倚靠。虽然我毋知影头前的路程是怎样，但是上帝你伫头前引线带领阮，主你互阮加做阮上大的倚靠，上大的帮赞，互阮毋免烦恼，阮就将阮的代志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主讲，咱若呼求，咱若来到伊面前来敲找伊，上帝拢知影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咱爱。来倚靠上帝，唔通搁倚靠咱家己，唔通倚靠这个世界，唯有上帝是咱上大的倚靠。阿门。青芳的花蕊，青翠的草坡，啥人成做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想伊有起拢免烦恼。这的落雨，日出个日落，啥时我
咱就诚实爱惜，总是听人为人有美伴，伊是咱上大的帮赞。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向伊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外壳。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向伊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外壳。这是咱为咱家己来祈祷，也是咱身边有软弱的人，有病痛的人，有忧伤的人。咱拢会当为伊来祈祷，互咱真正经历上帝是咱上大的倚靠。地面上无啥物互咱会当倚靠的，只有耶和华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当咱开喙祈祷的时，上帝伊就垂听咱的祈祷。咱毋免去麻烦别人，咱嘛毋免倚靠这个世界，因为咱用信心来倚靠上帝。将咱的事交托伫上帝手中，上帝必为咱来完成。所以咱就放心将咱家己交予上帝。这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四周围的人，咱也会当为伊来祈祷。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阮唯一的倚靠。主啊，伫地面上，阮有别无别个，只有你是阮一生所要军队的主。主，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心有时会忧伤，阮会遭有着这的艰难、这的挑战。上帝，你拢知影，你是个真高我的上帝，你是信实主爱的上帝。主啊，你知影阮的需要，主你赏赐予阮一切需要。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是耶和华沙龙的上帝，你要赐予阮平安。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你要医治阮所有一切病痛。主，阮就仰望你，主啊，阮就仰望你。主，我要举起迄个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主啊，要来赢过这所有一切软弱、一切病痛、所有的忧伤，拢等伫深海底。因为阮相信你就是阮上大的倚靠，阮上大的倚靠就是耶和华。主，你要将这个信心放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互阮真正无惊吓。这个世界袂当对阮安怎，只有因为上帝时时来看顾阮，来保护阮。哈利路亚，荣耀归予上帝。主，互阮看到你所创造一切是何等的水，主，阮就将所有荣耀要归予你。前方的花蕊，青翠的草坡，啥人种植，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有气拢免烦恼。
就是安休。总是听咱为咱有美感，伊是咱上大的万赞。上大的活课耶和华是咱的活课咱的活课就是耶和华。虽然人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路伊是好，向伊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活课，道路伊是好。用伊来学乐，伊是咱上大的活课。咱来学乐上帝，伊是咱上大的活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阮上大的活课，因为阮无有其他的活课。主，你阮头前的路，你讲阮唔知影。但是阮知影要对耶稣安尼来行，行头前的路程，有圣灵来引带来带领阮，阮就欢喜快乐，要来对耶稣来行。请兄姐，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用这首的诗歌来宣告，咱一脚步一脚步，拢要对耶稣来行，行到天国。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对。步步对出心爱行，日日到主恩为看了，你高荣耀的天下，一脚步一脚步，我可想了护走。对耶稣，用真本走天路，家主当家心情安稳，到处家主相亲滚，主爱成就不朽万座，魔鬼唔敢来侵犯，一脚步一脚步，我可向了护着，对耶稣，对耶稣，用真本走天路。主耶稣，阮要对你的脚步，一脚步一脚步来行。阮也要倚靠圣灵的帮赞，扶持行天路。主，你要来帮赞阮每一个人，互阮真实看到上帝你的荣耀，阮就奔走天路，勇敢向前来行。步步对主。
娘随管我往天明，可惜心定好做定，一脚步，一脚步，我的心灵呼走，对耶稣，对耶稣，用尽本草的路，留住耶稣是阮宝，是天的美上花朵，我要遵守伊的命令，家主当行到日升，一脚步，一脚步，我的心灵呼走，对耶稣，对耶稣，用尽本草的路，留住耶稣是阮宝，是天的美上花朵，我要遵守伊的命令，家主当行到日升，一脚步，一脚步，我的心灵呼走，对耶稣，对耶稣，用尽本草的路，一脚步，一脚步，我的心灵呼走，对耶稣，对耶稣，用尽本草的路。主，我们用信心一脚步一脚步来跟对耶稣。主，我们挖个圣灵你的大灵来扶持来帮衬阮，好，互阮会当真正进到上帝你的天国。主，阮感谢你，阿拉你，哈利路亚。一脚步，一脚步，我的心灵呼走，对耶稣，对耶稣，用尽本草的路。哈利路亚！主，我们跟对耶稣，一生跟对耶稣。阿门。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你藉着分条火条来保护、来引带带领以色列人。主啊，到伫今仔日，你犹原照着你真理的道来引带阮的道路，互一世代的教会行伫上帝你的真道当中。主啊，阮要来仰望你，一脚步一脚步，阮要对你来行。主啊，跟对你是阮一生的路程。虽然伫过程当中拄着真侪挑战，虽然伫过程当中，我毋知影阮头前的道路是行往什么所在，但是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阮要来仰望你，阮要对你来行。阮看见上帝，你伫阮的未来，你已经为阮备办迄个美好阳光的所在，互阮看到，互阮经历，互阮知影，伫阮心内面有一个永远的愿望。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讲仰望你，阮要跟对你，阮要一生对你来行。这是阮一生的道路，阮的一生的掠条上帝你的应允。就知影上帝，你一直拢伫阮活命当中扶持阮，你一直甲阮同在，永远无离开阮。主，阮就来到你的面前，阮要降服，阮要仰望你的引带，愿上帝你的看顾，愿上帝你的带领，伫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愿来显明。阮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这时，咱同齐用诗篇23篇来成做咱对上帝的祈祷，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
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用文第28篇。28篇，我来客兄姐来引，好个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的心呐，你爱称颂耶和华。你伫我内面的，也要称颂伊的圣名。我的心呐，你爱称颂耶和华。毋但袂记起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伊治你一切疾病，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伊真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伊用水面，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伊治你那因烦恼烦动。天离地何等的悬，伊的慈爱向敬畏伊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偌远，伊叫咱的过犯离咱遥偌远。父亲怎样认识伊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认识敬畏伊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眷顾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家家顺顺。阿门。下面这段时间，咱请少伟传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看顾甲引带，互咱会当过一摆，同齐自集，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他拄仔互咱的冷气吼，阁有一台阁跳跳啊，所以咱着较忍耐一下。阁有一台会当运作，但是呢，但是伫当中吼，着会当开电风，互咱会当较凉一下。咱已经有联络迄个天使兄吼，咱望伊会当较紧来甲咱处理。即时请咱来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也是咱若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现着，请咱着同齐开声伫来上读这段经文，咱同齐来上读，请。摩西牧养伊的丈人，米甸祭司亚得罗的羊群，一日带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对刺皮来火焰中，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刺皮互火烧着，却无有烧毁。摩西讲：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刺皮为虾米无有烧害呢？耶和华上帝见伊过去要看，就对刺皮来呼叫讲：摩西，摩西！伊讲：我伫遮。上帝讲：毋通进前来，当将你的骹顶的鞋脱落来，因为你所徛的即个地是圣地。又搁讲：我是你的父亲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往上面，因为惊看见上帝。耶和华讲：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因为受多工的学者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影因的痛苦，我落来是为着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了迄个地，到美好宽阔、流奶甲蜜的地，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阿摩利人、比利西人、希比人、亚布斯人的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因。对安尼，我要差派你去见法老，互你会当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当阮看到伫过去，你怎样听以色列人，你怎样伫天顶听因的祈祷，听因的呼声。主啊，到伫今仔日，你犹原甲阮同在，愿阮的心就来仰望你，愿阮的心就搁较济你来祈祷。主啊，你是阮唯一的道路，愿阮的一生，阮拢要来信靠你，愿阮的一生，阮拢要来求告上帝你的名。主啊，只有你，你是真正听从阮的主，愿阮用阮的心搁较济来听你，来回应你的呼召。愿你借着你的真理，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互阮伫今仔日听道当中。搁一摆要来对你的话语当中，要来看见上帝你美好的引带。我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应该大部分的人拢真熟。伫过去定咱会可能行伫咱虽然咱是信教会吼，但是咱知影即个分而不废。分而不废即个标志呢，是长老教会信仰的标志。长老教会信仰的标志，因为虾米用即个分而不废来成做即个信仰的标志呢？分而不废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即个气配伫当中受着火来烧的时，但是即个火呢，并无将即个气配甲伊烧害去。伫即个当中，咱看到长老教会，因为过去搁伫欧洲伫当中，当时宗教改革的时阵，即个法国改革中的教会，就是对即个约翰加尔文伫当中所传落来即个改革中，即个改革中的教会呢，因伫当中受到真大的信仰的迫害。伫当中，因为遮个拄着遮个迫害的时阵，伫1583年的时阵，16世纪的时阵，因遮个信徒就用即个标志来成做因教会的标志。即个教会的标志，就代表讲，即个虽然遮个信徒是世界是踮伫即个苦难当中，虽然因是踮伫即个苦难当中，但是呢，因的信仰无改变。因无因为因所拄着遮个苦难，所拄着遮个困扰、遮个伤害，因就感觉讲上帝无离，上帝已经离开阮啦。因无安尼想，因犹原坚持因的信仰。这是代表讲教会伫烈火当中，犹原会当坚持因的信仰，犹原会当忠心对主来行。所以对迄个时阵。改革中的教会后来，即个标志佮传到伫英国苏格兰迄个所在，后来佮对着苏格兰遐长老教会传到伫台湾，犹原一直到16世纪，一直到今仔日，犹原这几百年的时间，因拢持守着即个标志，成做因信仰的标志。即个标志的意思，就是要甲人讲，这分而不废，毋是一个口号尔。即个分而不废，嘛毋是敢若一个咱看到，但是毋知影伊是咧代表什么款的神学。即个分而不废，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仰内面真实所表现出来。虽然伫世间，遮个世间的权势，就亲像即个烈火一直来焚烧，但是呢，上帝的教会就亲像即个气泡共款。伫即个气泡当中呢。虽然受到这个火来烧，虽然这个火一直咧倒咧，但是呢，这个气泡无烧害去。这个气泡
伫上帝的保守、伫上帝的看顾当中，永远无倒去。上帝伫当中引带领即世代的教会。虽然到伫咱今仔日，咱知影，伫咱台湾吼，其实咱的信仰是真自由的。但是伫世界有一寡所在，嘛犹原伫传福音当中，伫信仰的当中，嘛是有一寡拄着一寡的迫害挑战。但是咱犹原伫当中，咱会当知影，上帝看顾，上帝引带，一直拢踮伫伊的百姓当中。为什么即群经历信仰的困顿，才会信仰的前辈，因是选择用一个互火咧烧的即个气配来成做信仰的标志呢？为什么伊信仰的标志是用即个分而不废呢？因为即个分而不废，就是代表教会，代表教会的亲像即个气配共款，教会的亲像即个气配共款。今仔日咱要借着即段经文，咱倒来到伫当时的何烈山，当时的旷野，咱要对着摩西，咱做伙来看，做伙来思考，上帝要借着即个气配，借着即个火，来对今仔日的教会来讲什么话？首先，咱就先来看，当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开始的时阵，是摩西。讲到摩西，伊伫旷野当中，圣经甲咱讲，摩西迄个时阵，伊咧做啥物呢？伊咧做一个牧羊的人。伊咧做一个牧羊的人，因为伫过去第1章、第2章的时阵，摩西虽然出世后来就踮伫埃及的王宫当中，但是呢，伫王宫当中，伊成长的时阵，到伫40岁的时阵，伊想要做一件代志，伊知影伊家己。是以色列人，伊想要帮助伊甲伊共款的这以色列人，所以有一个机会，伊就看到有埃及人伫当中咧困住这以色列人的时阵，伊就去甲这个埃及人甲伊拍死啊。但是呢，当第2天，伊搁来甲这以色列人见面的时阵，伊看到2个以色列人伫当中做伙来冤家。伊就伫当中，伊想要帮助因，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并无安那，并无欢迎伊。以色列人无欢迎伊，埃及人嘛伫当中无欢迎伊。虽然伊踮伫埃及的王宫当中，虽然伊本身是以色列人，但是这2边拢无欢迎伊，所以伊就伫当中，伊逃走，伊离开这个伊离开埃及，伊就去到伫即个西奈的旷野。伫即个西奈的旷野伫当中，敢若有一种人欢迎伊，就是伫旷野当中的米甸人。即个米甸人欢迎伊，伊就住伫因当中。后来就甲即个亚底罗伊的查囝甲伊结婚。后来伊就踮伫当中来成做牧羊的人。后来经过40年，伊拢伫旷野当中。伊伫当中来做牧羊的人，但是呢，伊的一生毋是到遮就结束。虽然伊头前40年，伊踮伫埃及，伊想要做一寡代志，但是无成功。后来40年，伊踮伫旷野当中，伊可能已经失去伊的愿望。但是呢，当伊80岁的时阵，伊拄到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就是上帝伫即个时阵，伊来显现。经文甲咱讲，有一日，伊带羊群到伫野外去。为什么特别伫当中讲到有一日呢？伊是一个牧羊的人，照理来讲，伊是每一日拢带羊群去到伫外口，伫找即个有草的所在，会当来食。照理来讲，伊是每一日拢带羊群出去。为什么伫这当中特别讲到一日？有一日，这是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上帝伫当中，伫摩西平常的生活当中，伊有一日，对摩西来讲，可能是真偶然发生的代志。拄啊好拄着，拄啊好看到有即个真大的这异象，就是即个
刺皮伫火当中来焚烧。拄啊好，摩西伫当中看去，这可能是一个真拄好的代志。上帝并无大声甲摩西约定讲：哦，你伫倒一天、什么时阵，你来到伫旷野什么所在，我会伫遐你来显现。无，上帝无对摩西安尼讲，是摩西偶然当中拄着这个代志。偶然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偶然的意思可能就是伫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上帝就一直咧对咱讲话。伫日常生活当中，上帝可能就一直咧对咱讲话。伫顶个月的时阵，咱当中有一寡同工做伙到伫中华鹿港伫当中参加即个灵修会，即个全国信教会全国信徒的灵修会。伫当中即个灵修会当中呢，即个讲员，即个讲员，即个董家华牧师，即个讲员呢，真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其实我进前吼，我虽然毋捌伊，但是我有定听过伊的讲道，所以我知影伊即个人。但是呢，我无真正拄着伊。但是呢，到伫灵修会当中的时阵，到第二天，到带第一暗过后，第二天早起时，我出门想要出去食早顿的时阵，就伫电梯遐，我就拄着即个讲员，就真拄好，就伫遐来拄着。拄着的时阵，就开始伊就甲伊拍招呼，后来伊就来关心伊就但是呢，伊即个人吼，伊是一个真会晓开讲的人所以伊就拄着一个人吼，第一摆见面，伊就开始咧身家调查，就问伊讲：哦，你对倒位来啊？你伫啥物教会咧服侍啊？即个教会最近的状况安怎？伊就开始咧问这个代志。后来呢？就敢若几分钟尔，2-3分钟尔的时间，伊就问了这个代志。后来伊就去食早顿，但是我无对伊去食早顿，我就去外口买物件来食。后来呢，这是第一摆拄着。后来到伫下晡的时阵，呢，伫营会当中，就有一个时间会当互咱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就一寡人就做伙要出去到伫外口咧踅踅咧。后来呢，搁一摆，我搁伫电梯口，我搁拄着即个讲员，我就那会第二摆搁拄着伊同一天哦，就拢是咧坐电梯的时阵，拢拄着伊。拄着伊时阵，伊就安那，伊就穿着迄个运动衫，伊就讲：哦，我要去外口开始咧，伊要跑步啦。我就是讲：哦，即个牧师吼真正足厉害。安那，伊虽然非常的无用，但是伊悠然会当安那，会当找时间，若是有时间，伊就去外口要跑步。我想讲：哦，即个牧师真厉害。后来当2摆的时阵，就2摆我就甲孟纯传道讲，讲我两摆拢拄着即个讲员，即个孟纯传道就甲我讲，这敢是可能吼？上帝咧要对你讲啥物话啦？就是安那2摆拄啊好的代志，2摆拄啊好的，敢是有可能上帝要对你讲啥物话？其实我到伫今仔日，我嘛毋知上帝要对我讲啥物话，但是安那我要讲的代志就是拄好，有可能伫当中拄啊好。拄着啥物人，拄啊好，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有可能上帝伫当中有伊的意义，但是咱敢有感受到，咱无一定知影。有可能咱对迄个牧师，我对迄个牧师，我看到伊，可能会知影讲，可能伊是安那，可能伊会做，可能伊所讲的话，可能伊所做的代志，会互我得到啥物款的启示，但是我还阁毋知影，但是。我知影的代志就是上帝会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对咱讲话。伫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对摩西显现。上帝对摩西来显现的时阵，是透过一个刺皮。刺皮伫旷野当中，其实是定定会看见的这个人物。所以，其实对摩西来讲，若是看到刺皮，这是真平常的代志。但是看到刺皮有火咧烧。其实伫旷野当中旷野当中遐个天气真即个干燥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即个气泡有可能会倒起来，这嘛是有可能的。若是日头一直咧照的时阵，有可能即个气泡会倒起，即个火会倒起来，这嘛是有可能。但是安那，但是真无平常的代志，就是即个气泡咧烧，但是安那，照理来讲，若是照着自然的法则，即个气泡咧烧的时阵，烧了，伊就会安那。伊就会烧害去，但是摩西所看到的，即个气泡那一直烧，但是拢无烧害去呢？伊就挖滚即个气泡，伊想要去看即个气泡，但是呢，咱等下较倒来看即个气泡的意义是啥物？咱首先先来看，当摩西伫当中，伊想要挖滚即个气泡的时阵。经文甲人讲，摩西伫当中讲，我要去过去来看即个大异象，即个气泡为虾米无烧害去呢？上帝看到摩西要来看，伊就伫当中呼唤摩西讲：摩西啊，你毋通阁挖棍啊！为虾米？因为伫即个时阵，你爱将你骹顶的鞋啊，甲伊脱落来，因为你所徛的地是圣地。到即个时阵。摩西较知影讲，原来这是上帝咧对伊显现。伫遮所讲的真特别哦。上帝用即个真大的异象要来吸引摩西，但是呢，当摩西要挖棍的时阵，伊佫讲安那，你毋通进前来，就是讲你爱小等的，你爱知影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真神圣的所在，是一个分别真做圣的所在。这是一个圣地。圣地意思就是上帝的同在，即马伫遮。上帝的同在即马伫遮，所以摩西就爱安那，爱将伊的鞋啊脱落来，将伊鞋啊脱落来，就代表安那，代表自洁，代表除去伊身躯顶，除去伊骹顶所有的遮的垃圾的物件。伊爱伫当中要来雕见上帝，伊爱伫当中要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自洁，这是敬拜上帝进前自我的有备。后来，上帝佮对摩西讲：伊就开始对摩西自我介绍。伊讲：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但是伊毋是干那讲安尼尔，伊对伊父亲开始讲。后来伊佮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上帝这款的自我介绍是啥物意思呢？上帝这款的自我介绍讲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伊首先，伊就是要来甲摩西讲，你爱会记得你是啥物人？你爱会记得你是啥物人？亲爱兄弟，咱会当来思考。虽然咱到伫今仔日吼，咱拢知影摩西是以色列人，但是咱爱对摩西的角度来思考。摩西伊想伊家己是啥物人啊？伊伫细汉的时阵，伊就踮伫埃及王宫当中来成长。可能有一段时间，伊想讲伊家己是埃及人，但是伊后来看到伊所做的代志，咱知影讲伊知影伊家己的身份，伊是以色列人，无毋对。毋知伊是到伫几岁的时阵，伊较知影讲伊是以色列人，但是伊真正知影。但是问题是安那？问题是到了伊40岁的时阵，他拄仔咱所讲的，埃及人无欢迎伊，以色列人也无欢迎伊。后来伊走到米甸的旷野，伫当中敢若有米甸人欢迎伊。伊就踮伫米甸的所在，伊踮伫遐40年，伊娶某，伊生囝，伊伫当中建立伊的家庭。安尼，伫即个时阵，伊会看伊家己是啥物人？可能伊会将伊家己看作是米甸人，因为伊已经伫当中40年的时间，伊娶某生囝伫当中建立家庭啊。可能伫当中，伊已经感受到讲，这可能就是安那，可能就是我后来我一生就是踮伫遮要来过啊。但是伫即个时阵，上帝对伊所讲的话，上帝对伊讲：
你爱知影你家己是虾米人啊？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你的父亲是虾米人？你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你若是唔知影你的父亲是虾米人，我搁甲你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这个意思是讲安那，是讲你，就算讲你唔捌你父亲是虾米人，你爱知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虾米人，是以色列人的列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我对恁祖先的时阵，就开始真做恁这个民族的上帝。我对恁祖先的时阵，就开始真做恁的民族所敬拜、所军队的迄一位上帝。所以你爱知影，我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你嘛爱知影，你是以色列人。这是上帝伫迄个时阵要对摩西讲的。你爱知影，你是以色列人。这个身份的认同有啥物重要的所在呢？这个身份的认同，就是刷落来，当上帝要差派摩西倒转去到埃及，要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若是摩西伊家己无有这个身份的认同，伊唔知影伊所做的代志是啥物代志，伊嘛唔知，以色列人嘛唔知影为啥物因要听摩西的话。但是因为摩西伫当中有这个身份的认同，讲是我是以色列人，所以伫这个时阵，上帝呼召伊，上帝呼召伊，伊较知影对，我就是要真做上帝所差派，要来拯救我的同胞的迄一位。后来圣经当中甲人讲 ，OK。后来圣经当中甲人讲，上帝伫迄个时阵，伊就对摩西讲：“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啊！因为多工的合作所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啊！”伫这经文当中，上帝用了真侪动作，用这个行动，要来表现讲，伊甲以色列人同在。伊讲。百姓的哀声，百姓所受的困苦，我看见；百姓的哀声，我听见。若是上帝无伫因当中，因要怎样会当看见？伊要怎样会当听见呢？但是上帝看见啊，上帝听见啊。后来上帝佫讲：“我原知影因的痛苦。”上帝讲：“我原本知影因的痛苦。”后来，上帝所要做的行动，就是我落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我落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上帝伫当中用了安那，用了5个行动，用了5个行动。第一个甲第二个，看见、听见，看见甲听见，就是安那，就是咱目睭在看。咱耳孔在听，这是咧接收讯息，就是咱看到啥物，咱听到啥物，咱就是咧接收咱所看到、咱所感受到这个代志。但是看到、敢听到、敢就一定都会当进入到伫咱的心内吗？无一定哦。咱看到就无一定讲哦，咱接收到的这个讯息就一直就踮伫咱的头壳内面，无一定哦。但是安那，上帝毋是干那讲哦，我看见、我听见安尼尔。上帝佫讲安那，讲我知影，即个知道即个意思就是安那，就是我接受到这个讯息了，我佫安那，我佫伫当中会当处理这个我所接受到的物件。我知影讲哦，因为我看到、我听到，但是安那，我知影就是我理解。因的感受是啥物？我理解因这个时阵所需要的是啥物？后来伊也阁做出行动。上帝所做的行动，就是我落来。落来的意思是啥？就是上帝原本伫天顶，但是伊落来，伊要甲以色列人做伙。伊原本伫天顶，但是伊落来要甲以色列人做伙。伊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
这是上帝伫当中所做出的反应，所做出的行动。对安尼，咱就知影上帝的同在。上帝甲以色列人，伊是怎样甲因同在的？这个同在的意思，就是伊感受到因所感受到的代志。后来，伊会当做出行动来帮助因脱离伊即时所要经历的苦楚。这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的方式。后来经文当中就甲咱讲。即马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孔当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因，所以我就安那，我就差派你去，去见法老，互你会当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所以上帝伫遮摩西显现有一个真明确的目的，虽然对摩西来讲，可能即摆。拄到上帝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代志，但是这是上帝特别精心的安排。这是上帝特别的安排，讲我要伫这个时阵，我要呼召摩西，我要差派摩西。伊就是干那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要透过伊所竞选的这位摩西，要去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今仔日的重点。咱毋是要讨论摩西怎样受呼召，今仔日的重点，咱无要讲摩西，所以咱后壁经文咱先莫讲。但是今仔日咱所要想的代志，就是上帝互摩西看到即个魂而不废，即个气魄是啥物意思？上帝互摩西看到即个魂而不废，即个气魄是啥物意思？我要强调一个代志，虽然这个呼召对摩西来讲可能是真偶然的代志，但是这是上帝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因为上帝疼伊的百姓，因为上帝疼伊的百姓，咱先知影，咱搁倒转来看这个魂而不废所代表的意义是啥物？这个魂而不废的气魄所代表的意义，那是对。头前的经文来看，咱看到以色列人怎样伫埃及地来受苦，咱已经会当了解到，安尼这个气魄代表的就是安那，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气魄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伫创世纪当中，创世纪第3章当中，甲咱讲到气魄是啥物时阵较出现的呢？气魄是当亚当甲夏娃因为因犯罪，伊受赶出埃甸园了后。经文甲咱讲安那，讲即个土地受咒诅，即个土地受咒诅后来较生出这个气魄来。所以伫创世纪当中，咱会当看到，即个气魄是土地受咒诅所生出来的。这是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类犯罪所生出来。所以伫圣经的文学当中，气魄所代表的就是安那，就是一个卑微的。是一个无价值的，是一个受咒诅的生命。但是呢，伫这当中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就是伫这当中受苦难的以色列人。伫这当中受苦难的以色列人，安尼，咱就要来思考：气魄是以色列人，安尼火是啥物意思？火是啥物意思呢？伫这当中有2种的讲法。第一种的讲法就是讲到，既然气魄就是以色列人，安尼火就是代表安那，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所受的伫埃及当中所受的苦难，就安那，就是亲像火咧烧的痛苦安尼共款。安尼，这个火就代表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但是伫这当中，当然这个讲法无毋对。因为伊无烧害去，就代表安那？代表上帝会拯救因，代表上帝会拯救因，无互因伫即个困苦当中来灭绝。即个讲法是一个是一种讲法，就是安那？代表火，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因为头前的2章就是咧讲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但是呢，今仔日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第2个讲法。阁有另外一种是啥物意思？
就是代表火是代表什么呢？火是代表伫出埃及记第19章18节的时阵，佮讲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佮来到伫西奈山的时阵，伫19章18节的时阵讲到耶和华伫火中降伫即个山顶，耶和华伫火当中降临伫即个山顶。这代表讲安那？代表讲上帝是透过即个火来向以色列人显现。这是伫出埃及记19章所讲的，上帝伫火当中来向以色列人显现。安尼代表意思，就是有另外一种意思。即个意思就是，即个火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同在。即个火是上帝圣洁的烈火。即个火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伫同一个地点，就是因来到伫西奈山，就是摩西拄到即个分离不火的气配，嘛是伫上帝的山，何烈山就是西奈山。伫同一个所在，上帝用同款的方式来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以，即个分离不火的气配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安尼咱就会当来思考，分离不火的气配所代表的意思。伊是要咧对摩西讲，伫以色列人上痛苦、上软弱的时刻，其实上帝一直拢伫咧。其实伫以色列人上痛苦、上软弱的时刻，其实上帝一直拢踮伫因当中。安尼，咱就会当知影，规个出埃及的事件，规个出埃及即个行动，即个行动毋是干那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的过程，因为伊毋是干那讲脱离即个火安尼尔，伊是要经历另外一个火，就是上帝的火。上帝毋是干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火。上帝要互以色列人经历一个新的火，是上帝的火，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伫当中出埃及，毋是干那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出埃及可是才以色列百姓经历因的活命、身份更新的过程，就是伊伫这当中，上帝圣洁的烈火。要烧伫以色列人的心上，但是上帝毋是要甲因烧害去，上帝是为着要甲因炼净、更新因的活命。上帝是为着要炼净、更新因的活命。对安尼，咱就知影，咱对旧约的角度转到伫新约的角度来看，伫旧约当中，咱看到。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安尼到伫新约当中，咱就知影，这是代表分离不毁，是代表上帝甲教会同在。这是代表上帝甲教会同在。教会本相就是伫苦难当中得救的群体。教会本相就是伫苦难对罪恶当中。互上帝拯救出来，这个群体。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咱会当理解为什么长老教会，为什么这个改革中的教会会用分离不毁来成做因教会信仰的标志。在旧约当中，气配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咱同款会当看做咱甲以色列人同款。在新约当中，咱是上帝的百姓，安尼气配所代表的，就是教会群体。对安尼，咱就知影，当16世纪的时阵，改革中的信徒遭受到这个困苦、这个苦难的时阵，伊就将这个分离不毁的气配，看作是因在信仰当中面对到苦难的代表。但是，这个气配分离不毁，就代表讲。教会伫困苦当中，
教会伫苦难当中也绝对无受消灭。安尼就亲像咱头前所讲的，即个刺皮的火，毋是苦难的火，即个刺皮的火是上帝的同在。教会就算讲踮伫困难当中，但是因犹原坚定相信上帝无离开咱，上帝无离开咱。这就是魂而不废的教会，这就是魂而不废的教会。这是咱所经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力，上帝所启示的魂而不废的意义，代表讲伫苦难当中，上帝甲教会同在；伫苦难当中，上帝甲教会同在。其实毋是干那丢了教会尔，伫咱台湾性教会，伫早期发展的时阵，嘛是共款，会有拄到非常大只的困局。今年咱知影，今年是咱8月份要去参加即个东海大学的，伫当中所举办的，就是100周年。所以今年是台湾性教会100周年。100周年就是代表安那？今年是2026嘛，就是代表台湾性教会是对1926迄年来台湾开拓设立台湾性教会。但是安那？但是其实1926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叫是日本咧统治的时代。日本咧统治台湾的时代的时阵，当迄个时阵来是为日本传来台湾，伫当中要来设立这个圣洁教会。设立这个圣洁教会呢，1926年一开始是日本人伫台湾的教会，其实是日本人的教会伫台北，第一间是台北。但是呢，后来到1928年的时阵，开始有第一间是属台湾人的圣教会，是踮伫咱台南西港的迄个所在。后来佮开拓台南圣教会，就是伫这当中，咱信仰的前辈，就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时期开始伫当中建立教会，开始开拓，开始伫当中来传福音。但是呢，后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发生的时阵，日本伫当中就来推行一个叫做皇民化运动。这个皇民化运动呢，就是爱安那，爱互所有的人拢爱伫当中来敬拜这个神社，敬拜这个天皇。所以伫当中，到伫日本统治到伫1943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日本的政府就开始规定讲，所有的台湾人拢爱去安那，拢爱去拜这个神社。若是无这个人呢，就是所有的教会拢爱关起来。所有这个人，若是这个传道人、这个信徒，若是无愿意去拜神社的，因就安那，就要甲因掠去关。所以伫迄个时阵，台湾性教会受到真大的困局。其实伫当时，所有伫台湾的教会拢拄到真大的挑战。但是伫这过程当中，我所要讲的，就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咱信仰的前辈犹原持守这个因对上帝真忠诚的信仰，真忠诚的信仰。伫这当中有一寡传道人，伊就伫当中安那，伊拒绝交出教会的名册，就是卖互政府知影讲，到底伫这个教会聚会的人是啥物人，伊无卖互政府知影，并且当教会关起来袂当聚会的时阵。这一寡传道人伫教会当中，伊每一天，伊拢咧伫教会当中咧祈祷，伊就按手伫这椅仔顶面，伊就为这所有伫当中参与聚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并且这兄弟姊妹，因虽然袂当来到伫教会聚会，因嘛是安那，家己踮伫因的家庭内面自执伫当中，家己来查经。家己来聚会，来维持因的信仰。这是因踮伫苦难的时期，
拢总差不多有2当外的时阵，因一直拢踮伫即个状况当中。后来一直到伫即个战争结束了后，因为日本战败，所以呢，伫当中才会日本就离开台湾。后来即个时阵，即个信仰、即个宗教较得到头放，因会当自由开始来聚会。当因会当自由开始来聚会的时阵，这个教会兄弟姊妹马上就开始真有热情，来将原本这兄弟姊妹拢组织做伙，伊就开始开始定心开始因的敬拜，并且因伫当中开始来更较热情来传福音，更较热情来去传上帝信仰。伫这当中，这张相片嘿。遮吼，我找袂到遮个相片啦。但是即张相片就是当迄个时阵，的兄弟姊妹，伊就开始会当去到伫大路上伫当中咧传福音，伊就伫当中拍鼓跳舞来传遮个福音。伊就伫当中要来吸引人，所以伫迄个时阵，遮个教会伫当中就迎来真大个复兴。就是真侪人伫当中经历上帝带领，经历上帝引带。这就是当初即群兄弟姊妹，因为因对信仰的忠诚，因并无因为面对苦难，因就感觉讲哦，上帝无甲阮同在啊。因无安尼，因为因对信仰的忠诚，所以咱看到的是，当即个苦难过后。这是一群活命得到更新，因的信心甲热情比以前更较火热的上帝百姓。所以，这就是咱所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魂而不废的意思，就是咱经过环境的考验，咱是伫热火当中受炼净的活命。就是代表基督徒的活命，虽然面对环境的考验，但是就亲像伫热火当中烧过同款，这是会变做一个新的活命，有一个新的身份，有新的人生甲意义。当这个以色列人因过去，因经历这个热火了后，因拄到什么款新的人生甲意义呢？各位亲爱兄弟，咱会当来思考一件代志。第3章出来去记第3章讲到魂而不废的气魄，但是第3章、第2章到第3章，经过偌济时间，咱敢知？第2章到第3章已经经过40年，已经经过40年。当第2章过后，以色列人一直拢活伫即个苦难当中，充满着悲伤，充满着绝望。这40年，这40年因是安怎过？这40年因是安怎过？但是因犹原持守因对上帝的呼唤，因犹原持守因对上帝的祈祷。后来40年过后，上帝差派摩西来到伫因当中。40年过后，上帝差派摩西来到伫因当中。上帝伫当中要来拯救因。魂而不废的气魄，代表是充满了悲伤甲绝望的40年。是40年当中，以色列人心中一直咧等待盼望。但是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在等待上帝的过程当中，咱绝对袂当去试看卖讲，我要习惯我即摆的生活，就是过安尼就好啊。咱袂当去试看卖讲，阮就是做埃及的奴隶，安尼就好啊。上帝一直互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你是我的百姓，我要拯救恁，我要拯救恁。上帝拯救，毋是单纯讲要拯救咱脱离苦难。
上帝的拯救是爱咱离开咱原本奴隶的身份，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咱会当甲上帝立下这个新的约定。所以，这就是咱所讲的，伫烈火当中所炼成的画面。伫烈火当中所炼成的画面，第一，就是爱炼成这伫当中这个杂质，就是伫炼成当中，将咱心内面烧起咱对埃及的活来，并且要练出咱对上帝的信心，烧起咱对埃及的活来，并且练出咱对上帝的信心。第二个就是身份的更新，咱爱对一个习惯受苦的奴隶，要变做会当承受应允的福业。对习惯受苦的奴隶，要来成做一个承受应允的福业。后来，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目标。上帝伫第3章12节当中，甲摩西所讲的：你将百姓对埃及带出来以后，你要伫这个山顶，恁要伫这个山顶来服侍我。恁要伫这个山顶来服侍我。这是上帝予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目标。因的画面受炼净，因的画面有一个新的目标，有一个新的方向，有新的瓦壳，就是我要成做上帝的百姓。我要成做上帝的百姓。各位亲爱的兄弟，这是第三个咱所要讲的，魂你不会所代表的是当时代的调明，是当时代的调明，伫信心当中，军队上帝往前行的军队，伫信心当中，军队上帝向前来行的军队。这一群出埃及的百姓，伊脱离了奴隶的身份，上帝称呼因有一个新的身份，讲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无经过训练，这个军队袂晓甲人相战，但是有上帝甲因同在。虽然因所要去的所在伫倒位，因拢毋知影，但是上帝用云条、用火条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这个军队，因所要做的代志，因咧行军打仗，完全拢毋是倚靠因家己的本事。但是安那，因为因根本就无这个本事，但是因倚靠的是因对上帝全然的信靠，对上帝全然的仰望。这是一个伫信心当中向前来行的军队。无论是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也是新约时代的教会，咱拢实实在在面对环境的考验甲试炼。但是经文甲咱讲，以色列人毋是敢若停留伫埃及，以色列人嘛毋是停留伫旷野。以色列人阁有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因要去安那得地为业，因要去得地为业，是上帝赐予因的流年甲必的地。同款新约的教会嘛是安尼，教会嘛无应该停留伫十字架顶，教会嘛无应该敢若停留伫耶稣割我的喜悦。教会爱向前来行，教会有一个更较重要的目标，就是奉上帝差派出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爱出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亲爱兄弟姊妹，这是教会伫这个世代当中所爱做的代志。是这个教会，是教会伫这个世代当中，伫这时代的调明，要来成做耶和华的军队。分你不会的意思，就是上帝引带咱，上帝带领咱，上帝予咱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愿望。
当咱行伫上帝恩典当中，咱就知影，咱一生毋免惊，咱的一生毋免去惊讲，咱会拄着虾米款的困难，会拄着虾米款的挑战，是上帝甲咱同在，是上帝咧引带咱的道路。最后，我甲大家分享一个，这是最近吼，伫即个世界杯即个骹球比赛当中，真出名的一个国家，即个国家叫做维德角啦。嘿，若是即几礼拜有咧看比赛，可能就听过即个国家。但是若是无看过即个比赛吼，我想吼，可能无人有听过即个国家维德角。维德角即个国家真特别，为虾米呢？因为安那，因的人口敢若60万人，因是安那，因是伫非洲的边仔一寡遮个真小的遮个岛屿伫当中所组成的一个国家。伫这当中，因的人口敢若60万人，60万人是虾米意思？就差不多咱台南市人口的1/3安尼尔。咱会想看觅。台南市人口的1/3，但是因会当安那，因会当组成一个骹球队，是会当安那，因伫即届比赛当中，因比赛到伫安那，到伫总有48队，因着安那，伊着先拍起哩到伫48队内面。后来这48队呢，跟比赛了后，竞出32队，因个进入到第32强当中。这是一个人口敢若有60万人的这个国家，但是因组成这个骹球队。伫这个国家真特别的意思，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对世界来看，照世界的价值观来看。这个国家是安那？是完全无有天然的资源，并且伊规年冬天可能拢无落雨，因无有遮个淡水会当来用。但是呢，伫当中，因捌互人称作是一个无有希望的国家，无有希望的国家。但是到伫今仔日，咱会当看到，因毋是干那骹球队表现足厉害安尼尔，因即个国家。即马会当互即个联合国吼，会当看做是安那？看做是一个中高收入的国家。这是啥物意思？就是因已经离开伫即个开发中国家啦，伊已经是算是已开发国家。为虾米？因为因做了虾米款对的代志呢？因做对的代志就是有3项。第一项就是因有足济。海外侨胞伫因当中的支持，啥物意思？就是因原本是维德角的国家的人，但是因安那因移民去外国来生活，但是因移民去外国来生活呢，伊个安那一直将因的金钱投资伫维德角这个国家，因所赚定的钱，因拢投资伫维德角这个国家，互这个国家所因的经济来源吼，真大的部分都是因海外侨胞伫当中的支持。因人口敢若60万人，但是维德角因这个国家伫因海外的侨胞吼，已经统计有超过70万人，就是安那有比因原本的国家的人口更较侪人伫当中咧支持这个国家。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第二个部分就是因有一个真稳定的政治的体制。政治的体制就是伊是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国家，所以伫这当中，因咧发展经济的时阵，无受到真济的限制。后来就是第三部分，我要特别对兄弟姊妹讲的，因真重视伫国家当中人才的教育，伫这国家当中人才的教育。因真看重因的教育，因规个国家吼，我伫网络当中看到的统计，因国家吼所有的人识字率啦，就是所有的人口识字率吼有超过95%，超过95%，这是一个
伫非洲的国家当中，这是一个真厉害的数字，超过95%。这代表讲因真重视人才的教育，所以就是伫这当中，这个国家互咱看到的，就是教会发展，就是安尼，毋是吗？教会发展有一寡教会可能就是定定咧埋怨讲哦，阮教会吼就是安那，就是无资源啦。就是无人才啦，阮的教会吼，就是无人支持啦，奉献足少啦。阮的教会吼，就是安那一直咧埋怨讲，阮的教会无这无这无迄。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教会发展是爱对咱家己开始的。当外部的条件无法度去帮助咱的时阵，咱爱对咱家己开始，互咱家己会当安那修身。就是对咱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咱来做，并且咱会当安那，会当增加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对教会的认同感。所以，在伫当中会当产生一个凝聚力，会当帮助教会向前来迈进。今仔日咱所讲的分而不废的意思，就是分而不废所代表的，就是咱真做上帝的百姓，咱无愿意一直踮伫苦难当中，咱无愿意一直踮伫埋怨当中，咱无愿意一直踮伫埃及，亲像埃及的以色列人一直咧埋怨讲：上帝哪会拢无帮助我？上帝哪会拢无听我的祈祷？咱若是一直拢踮伫即个对上帝的埋怨当中，咱一定袂成长。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分而不废的气魄，所代表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记号。虽然咱卑微软弱，但是咱犹原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分而不废的气魄，是咱得到新的活命的记号。咱无搁再活着亲像这个世界的奴隶，咱爱真做上帝的儿女。分而不废的气魄，是咱有新的使命的记号，是咱会当装备家己，会当训练家己，会当互家己真做耶和华的军队，活出一个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的活命见证。这是这个世代的教会要对着分而不废的气魄当中所学习的代志。教会爱成长，毋是一直踮伫苦难当中。教会爱成长，就莫一直踮伫即个对上帝的埋怨当中。教会爱成长，咱就爱跟对上帝，对主来行，互上帝引带，互上帝带领，一直引带咱。伫头前，咱抑阁毋知影咱会行什么路的时阵，咱就凭信心来跟对上帝。上帝就伫当中来帮助咱，来引带咱，互咱的一生行伫上帝为咱所备办的道路当中，互咱的教会伫上帝引带甲带领当中，愈来愈成长，愈来愈勇行。这是咱会当对上帝话语当中所得到的启示，所领受的使命。愿咱的教会跟对上帝，一生对主来行。咱同齐来祈祷。听从以色列人的上帝，你嘛是听从教会的上帝。对旧约的以色列人，到伫今仔日的教会，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带领一直拢无改变。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来仰望你。阮知影，阮的一切，阮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有时阵，互阮的信心消灭；可能有时阵，互阮毋知影，阮会当继续来做啥物。但是上帝，你甲阮同在，上帝，你扶持阮，你带领阮，你互阮的一生。伫你的内面有仰望，互阮的一生会当伫你的稳定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互阮会当对你来行。主啊，求你的引带带领一直显明
伫阮的活命内面，阮的一生一直持守阮的信仰，持守阮对你的信心，互阮跟对你的脚步，一生无偏离。阮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伫主的面前有备心来奉献。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奉献的时阵，咱犹原爱知影，咱的奉献是代表咱对上帝的委信，是代表咱对上帝的信靠，是代表咱要一生一世对主来行。这时，咱就用有备心、有备咱的金钱来到伫主的面前讲：上帝，愿你引带阮，愿你使用阮，愿你用阮的奉献。成做你美好的事工，请咱同齐起立，咱做伙伫诗歌当中来敬拜、来回应、来奉献。欢喜快乐甲主同行，步步对主心无惊。日日打主恩惠脚领。地高荣耀的天城，一脚步，一脚步，我靠圣灵辅助，对耶稣，对耶稣，向前奔走天路。甲主同行，心情安稳，到处甲主相亲近，主爱成就保守完全，魔鬼毋惊来侵犯。一脚步，一脚步，我靠圣灵辅助。对耶稣，对耶稣，向前奔走天路，步步对主可以引带，也可也路拢美好。山岭水管我愿竭力，靠信心顶风做桥。一脚步，一脚步，我靠圣灵辅助。一脚步，我靠圣灵辅助。对耶稣，对耶稣，向前奔走天路。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骨来保护你、看顾你，互你伫各项的同样的环境当中，拢会当经历伊的同在。伫苦难当中，犹原心中有望；伫软弱当中，犹原会当刚强徛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每一天更新你的活命，互你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忠心跟对主，一生甲主同行。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充满你的生活，引带你伫这个世代当中，凭信心向前来行，勇敢承担福音的使命，传扬上帝美好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同在，特别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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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请坐。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